老弟，先啊，我刚刚讲过了，等一下开打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卖小牛啦，卖小牛哦，是。对。两分钟等下你输哦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不使两分钟你输哦。来，对方那个想法，哦，那个本身哦，我是讲啊，不能2分钟就能输啊，你知道没？来，注意听了，等一下分3回合啦，投降第1回合向谁输？第2分3分钟了，要继续，对，好不好？向阳，哦，你搞对遮住，啊，今麦你是海天生技的协理嘛，你是海天生技的股东嘛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搞大声！来，注意听了，等一下，哦，等一下，10位是真的，哦，安尼好，来注意啦，等一下我们计时器计时2分钟，2分钟哦，2分钟哦。那无输赢就继续，无输赢就继续。啊那无输赢，哦，拍到有输赢，拍到投到有气啊，哎，会使嘞？会使无？阮家里病足紧的啦，足紧的紧呐，我们这边离医院近，非常近。来，计时器了，来，开放下注啊！两个拳头碰下，2个碰下，哎，好，会使啊，来，等一下我们开始小心车子啊，哦，等一下我们开始的时候，你本身超过白线哦，不能超过白色线，也不能超过那个对线杆啊，我这两对跑的话，好，袂使走上哦。啊，后面那男生一直小心啊。好，后面来小心。哎，后边迄台车是苏海帮老大的哦，是。3000人了啊！预备，开始。哦，干你干弄，干脆干弄啦，你娘鸡掰！袂使拍头，等下哦，袂使拍头，等下哦，哎，先分开一下哦，哦，无等话恁爬落去是无好看呢。哎，来，好，你娘鸡啊，这跑了哎，要暂停吗？太大力了吧！要暂停吗？来，注意听了，来，注意听了，来，再想吃，每3个犯规啊！在吧？你也是啊呀？3800，观众，来，小心，放两脚，打他，这是也收窄啊，收窄啊！来，注意听了呀！无办，安尼好，这安全帽啊无？来，啊，我是裁判。你这样拍了，人袂使无就搁反攻。我讲这头一场像赢像赢，好不好？会使哦。4600了，4600了，要破5000了。去啊！来哦！哎，袂使拍头哦，恁娘鸡掰讲袂听呢。哎，袂使拍头哦，恁娘。哎。你说啊，饲个涂骹，可以袂甜袂淡，就输呀！来，继续。哎，阮40哥淡薄仔食来了哦。40哥美丽了哦，40哥天赋也美丽了哦。要投降吗？想看我上，恁两个不是对手啦。你的气势呢？开始。大姐啊，无来啊！我还是要换机。哇！一号换机，哇！你今天帮我接班，换机。你好拍戏呢？你投降呀？我没有投降。来，要不然我跟你讲，那只要被你输改派投卡，对吧？你的粉丝这么多嘞，你是谁？网红嘞？天下第一。听我的打加一。挺40哥打加一。你网红你好不？是不是？你们无得闹贵的啊，真贵的。哎，加嘴，伊讲讲赖贤全程在观看。
他今晚讲，哎，跟你说，无啊，投降输一半，无啦。不要，那你在投降吗？确定不投降？对啊，确定。我的粉丝有几个啊？你遐大张，你无一定一直个蹦，你着饲个大狗袂顶袂动，我讲伊输呀，爱听有无啦？你若死啊拍死啊，最大伊你爱看，你搁爱个讲。无啦，莫叫我去啦，哈哈。来，继续，袂使要困啊！好，你看我就直接跟你说谁输了嘛，来开始。哦，真的，飞龙在天哦。哦，泰式成旗哈。还是要袂使超过呢。来，换过一次。换过一次要拍头一个哦。哦，怎啊？无啦，你即摆是怎啊？你输哦，这样就认输了。袂使提物件，袂使提物件，你娘几摆，咱恁爸话你我跟你打哦，你娘。报一个会使报名吼，会使报名吼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你到底要不要赢啊？要，我要赢。你看这，你袂使，再者啊，你是袂使，伊吹去后面啊，你是干嘛？你也是啊，袂使。阮支持哥讲，有人听你无？有人听我老岁啊。老岁哦，哦来，哦，天门放龟。我峰哥来了，峰哥来了。5000多人，天门放龟。赶快！老岁啊，你是主播哟，干你娘嘞！来，赶快啊！行吧，你无听拍，你也饲到你就赢。行吧，行吧，干你也行了，你看你袂赢你啊！对了。来，开始。你开始怎样啦？无了。你先看我一次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犯规哦，犯规哦。哦，赶快啊！我来，我数到3，压正面，压起来了！来，压正面，来，10、9、8、7。我的脸了，靠背哦！他的脸了靠背哦！1，来，天风获胜将。OK， 那第一回合啊，第一点谁呀？选手神之一呀！神之一呀！我怕啊！我打不好放过我。恁爸当个爱帮恁抓人咧，恁娘安尼敢对？天风，你不要弄他的脸呐！来，好。靠脸吃饭的，他妈哎！他的脸受伤了啦。对啊，有点擦伤了。有，那插到地板。对啦，擦到地板。对。来看一下哦，打针的哦。真的打针的哦。打针的啊！来，特写嘛。对，看一下。真的哦，是真的受伤哦，这不是化妆的哦。不是化妆。10个，你个在哦。哎，恁爸哦，你该机会要投降未？决定哦。不可以。来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所有人听我的，全部刷整排爱心跟赞，不要停。刷一整排爱心哦。来分享社团。来，顶巅峰的刷一整排爱心哦。要不要投降？较大声啊！要不要投降？你去吃菜啊？无啦，你无啦。我跟你讲啊，他们，我先讲哦。是。以前要剪下来时候，就是要干他，其他就是要干他。没有错。但是我跟他讲，虽然是讲的演但是是真的打下去。那我们大家讲有功课，我们大家有讲好哈。所以这一段是真的是，虽然是演，可是演的非常的怎么样？真的打下去，你看这我部分都有声啊，都有声音的。我讲大要全部就卖算啊，无什么算的啊，赔钱的，无什么算的啊。来下一个啊，来休息的时间够不够？来第2回合，赶快起个头壳你就赢，啊你甲起个头壳你就赢，安尼就好，不要紧哦。来注意了，出一点钱，这来哈，我要鼓搞来，一下介绍，来一直拿手。要不要再休息1分钟？不用。
有哪位养力啊？起码呀，可以啊。好哦，来注意了，来注意了啊！第二个来，志哥，我挺力的。你拜托我，你这鸡啊，这个卡小。我。最起码我们要争到1比1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对不？道理不？辉哥晚上好，辉哥。我是那个吃屎哥，全天下我最红的。哎，4700。是不是？人数掉一点下来。啊，你赶快的，抖基本有抖啊，真的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注意听的第二回合，来，音乐在哪里？音乐啊，我们让他们死的不要这么难看。哎，买到撞到哈，各位同学。也是要上出刷的哦。你家中一下。啊，别玩了，我随就随来，好。注意了，来注意哦。再一口气，再一口气，来，预备，我们尽量打的少一点，企业大家为主对吧？哦，完了明白。哦，哎，按照我是讲啊，这场拍耍爱做个评估。哦，袂使讲到像不像你，不是啊？好，来，过来。袂使拍头，袂使拍头，袂使拍头，哦，袂使拍头。试着切他的中路。哦，甲爆嘞，甲你啊，甲爆嘞。来，10、9、8，志哥不要来输哦，8，好了，继续这样下来。来10、9、8，哎，没事哦，剪刀脚，看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看到我是。靠背啊，我，哎，叫一个救护车，救护车一个，给。下一个我们暂停那一点哦，来，咱讲出来对哦，哎，辛苦啊，哦，那真的很辛苦啊，我辛苦啊，来，今天大家有看到了哦，看到这，我跟你讲，就算你要演戏要演得逼真啊，当然不能懂嘛，行动，哎，对吧？对。你要逼真，是对你的工作负责任的态度啦。对。来，今天开始啊，我跟你讲，别个底下呛个呛你啊，别讲咧，你讲无味无来，甲你讲一样啊，无意思啦，哦，会使啊，对吧？来，注意听了，来，接下来有没有看到？来，有没有看到你们在穿什么衣服？有咖啡牛。咖啡牛奶，咖啡牛奶是谁要跳的？咖啡牛奶像没有？输会跳的啊，输会跳的上面有这咖啡牛奶，我怎么知道？输了跳下来，两个一起跳。我牛夫其实无啦，我无啦。啊，咖啡牛奶什么音乐？没音乐，没有音乐啊？清唱是吗？还要自己唱啊？自己唱吗？没有，跳而已，没有音乐。好，怎么跳来？你两个要？那再关掉喽。没有。没有，就输的人跳了。好来，四个，他来跳一次。来哦，预备哦，要跳咖啡牛奶啊，无你先过车里啥？大笔小心你。来哦，来1、2、3，哦，开始喽。牛奶。过来，各一遍。咖啡牛奶。无三不成理啦，各一遍啦。咖啡牛啥？奶。哦，袂歹。这就是所谓的咖啡牛奶。对。我的舞台啊，来，我们来再过来一下哈，来我要动啊，来，不要，等一下，来注意听哦，来，现在注意听啊，哎，阮班啊真正正开啦，吼。来听我讲啊。是。现在他们在推来在什么？海天生机咖啡牛奶。对，看哦，也都搞。现在请军哥哦，陈董哦。咖啡牛奶已经推到台湾3大直播平台的其中一台，已经开始在热销了。对。来，所以要跟各位说声，说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希望能够把咖啡牛奶跟天风能够导向正面，跟什么支持哥，不是我一个人力量可以啊，我是共你啊，要不要做是各位的事情啊。那景军哥希望能够带他们往正面的方向，所以刚刚我跟他讲，不要用演戏的，要就打下去，对，真的就这么简单，没错，好不好？
如果你们相挺他们，每一盒他们可以抽10块，是不是？对嘛哈，来可以抽10块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，我们要往里面走了。好来哦，那群哥你要介绍吗？好 OK 哦，来，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看的，给他们鼓励跟支持，好不好？来，请进来啊！哎，怕料了，来，李白呛。来继续。边，期待球边。来哈，稍等一下啊。帮我准备。来，徐哥，来。对啦，咱嘛是业配啊。啊，不你讲这因两个拢迄个白痴啊，我被躲避咧小拍的啊。大家打完就要做生意要赚钱啊。